卖牛奶的查某囡仔。Patty 是卖牛奶的查某囡仔，伊头壳顶夹一桶牛奶要去市仔，伊哪行哪按算卖牛奶的钱要安怎用？我要甲本买我鸡仔，伊讲，因的逐工生鸡卵，我要甲卵卖互打算因某，卖鸡卵的钱，我要摕来买一束新衫甲一顶水帽仔。我若装雨水水去市场，遐个少年家绝对拢会烧这买来找我开讲。泡里叔定着会看到目空赤，迄是因兜的代志，我则无得惊伊。我就加看一个，头壳我对边仔去，伊哪讲哪滑头，桶仔煞落落去，牛奶车倒了了。伊只好转去厝，甲阿母讲牛奶车倒的因端。啊，戆囡仔，阿母哪甲安慰，哪甲拆明。鸡仔囝还袂孵出来进前，袂当按算得。